欢迎收听3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3章12到25节。士师记的3章12到25节，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，以色列人民又得罪了上帝。前一个士师俄陀涅，当他被主兴起来战胜这个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珊利萨王，这个地方40年太平，直到俄陀涅死了，然后以色列人又陷入在罪中，于是上帝就使用了当时的这个摩押王伊基伦，让他比以色列人强盛，甚至他联合旁边的邻居亚门人还有亚玛利人来打败以色列人，并且攻下了这个以色列人可能比较引以为傲的，因为这是他们首战就得胜的耶利哥城。但是这个得胜的记号如今成为羞辱的记号，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帝。他们就在那样的境况当中服侍了伊基伦王这位摩押王18年。当他们忘记上帝，当他们不按上帝的心意，他们离弃上帝，他们就陷入在那罪恶、灾祸、苦难、困境当中。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回去到上帝的面前，呼求上帝的帮助，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！上帝就差派了一个人来解救他们，这位就是士师以户。上帝做事的方式常常让我们意想不到，他让以户这个出生在便雅悯支族当中的，竟然是一位左手惯用的人，惯用左手的人。因为便雅悯原来的意思是右手之子，然而这位以户是左手便利的人。用左手用右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其实原文的意思更是让我们可以明白，这位右手之子的支族的以户，在原来的意思是他是右手不方便的。然后上帝拣选了他来成为在这个时期的士师，成为这个时期审判伊基伦王，让他有从上帝来的智慧来杀了这伊基伦王的器皿。而这伊基伦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更是有趣哦。伊基伦王呢，很直接的在17节的地方被形容是一个大胖子。然而伊基伦这3个字，如果我们读原文的时候把这句话连起来更有趣哦。伊基伦是个大胖子，原文是小肥牛是个大胖子，因为他的身形跟他的名字很一致哦。这让我们听出什么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上帝其实常常透过一个故事让我们听出一些弦外之音。这弦外之音就是他是个大胖子，但对照着以色列那时候的境况，可能是吃喝不饱，性命不保，未来令人堪忧的境况。然而这位王却是一个吃饱喝足，甚至被称为小肥牛的人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透过以户，他被上帝兴起来审判伊基伦。这位称为小肥牛的伊基伦呢，就真的好像是那个祭物献上赎罪祭来解除这个世代得罪上帝的情形，他自己好像就成为了这个祭物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透过这些圣经的原文的认识，
或者是圣经故事的了解、背景的认识，我们更看见上帝不仅是公义，不仅是怜悯，他有时候还很幽默。在这里还说到了以户，他用左手拔出藏在右腿上的剑，刺进了王的肚子，结果连刀带柄刺进去，结果肥肉还夹住了剑。以户只好把这个剑留在王的肚子里，可是那时候的王大概已经要死了。然后出去之后，他还把门关好锁上，就离开那个地方。但妙的是，在这个时候，可能是因为这个肚破肠流，有这些里面器官里面的这些秽物的味道，这些侍从们竟然以为他在上厕所，于是以户就逃掉了。然后他们还在那里以为怎么上了这么久，只好打开这个门，才发现这位以基伦失去了他的性命。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好像很直接、很幽默，而且很符合人性，让我们看见了他掌权作王在每一个时代里面。好像伊基伦王很强盛，然而却是这么简单的被杀死了。好像以户是一个在便雅悯之族的异类，然而我们知道吗？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，4世纪20章的时候，竟然讲到便雅悯之族里面有很多人是左手便利的。在这个民族当中，在这个支族当中，竟然反而有很多的人是惯用左手的。所以不是我们好像在这个惯用左手还是右手，好像是某一种特殊少数是被上帝拣选的。可能更需要让我们了解跟表达是，这个右手不方便的，上帝也能够来拣选。上帝让他有从上帝来的智慧，来去战胜在这个世代的邪恶势力。上帝也同时帮助我们，特别透过今天要祷告的经文，在诗篇的40篇第5节说到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其事不可胜数。当我们在人生路上，真的很多的时候，哇，差一点点我就要遇到什么样不好的事情，好险我当时没去。哇，多写了一个，多做了一个事情，结果省去了这么大的麻烦。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很多时候透过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有一些灵感，有一些想法，有一些创意，有一些警醒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读他的话的时候，那弦外之音我们听见了吗？今天上帝拣选以户成为士师，我们后来会发现他的被兴起，他的愿意被上帝兴起，他的愿意被上帝使用，他那能够被使用的左手，上帝就用他仅能被使用的左手，因为右手不好用嘛，受伤了，可能以前怎么了，上帝让他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。我们很多时候看着是我们的限制，但是上帝看见是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回应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，透过今天以户的生命经历，让我们看见一位被主拣选的人，他愿意用他能够回应主的方式，主他就在那个世代成为祝福。但主，我们也要向你来认罪，我们要小心自己，如同伊基伦一样，
关注自己的饱足，甚至自己很肥胖，却忽略了那个公义没有到达的地方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在这个世代里被主所使用的人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警醒节制自己在你话语里面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有以护的智慧和眼光，上帝必定要使用那跟随信靠活出他心意的人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